全世界因为极端气候所引起的灾害是愈来愈严重。来看非洲这边，几内亚因为透明落大雨造成水崩山，至少16个人死亡。也西班牙因为热流性高温，火烧山烧2礼拜，到今嘛才甲火势控制掉，也这造成4个人死亡。 尸体互人讲出来，救援人员继续伫放弃的厝内底，看敢阁有人活咧。西非国家几内亚因为透暝上大雨，熊熊崩山，大量的土石崩落来，甲附近的砖头、计强20口罩全部抬起来，真侪居民袂赴逃走，造成至少16人死亡，10人重伤。 Ini rawan ko ke bobo mendayo. Namaya nila. Bobo mengardo kodu. 今年的5月到10月是几内亚的雨季，因为当地排水系统无周治，只要落雨，居民就面对崩山土石流的威胁。几内亚总理表示，死去的人实在伤济，会尽全力搜救。另外一方面，受到热浪的影响，西班牙各地计共13个树林火烧，已经烧2礼拜。 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统计，超过40万公顷的土地拢乌有去，这是自2006年以来，和野火相当的上快的土地面积。原来这波野火已经造成4人死亡，一直到23，当地政府宣布，这场灾害已经差不多拢有掌握。 Estamos hablando de 160 kilómetros de perímetro y tiene mucho trabajo por delante. Esto nos costará días, incluso me atrevería a decirte que semanas, para rematar completamente este incendio. 根据了解，这几天西班牙大约有3400位陆军甲50只的飞行机伫全国咧拍火，另外包含捷克、芬兰、法国、德国甲荷兰等等的国家也出动数百名的消防人员、消防车甲飞行机来协助救灾。高市新闻新路陪朋友。